就更要继续下去。接下来还有来自墨西哥的廖查利农组团，要带我们来一起感受墨西哥享誉不尽的乐天与热情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please welcome from Mexico, Ballet Folklorico Yaguo Lee. 让我们的热情掌声欢迎来自墨西哥的小姐。哇，好棒好棒哦！哦，好棒好棒！Thank you thank you。哦，nice good good。哦，thank you。哦，哇，good。Thank you。哦。哇，谢谢我们来自墨西哥朋友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，真的让大家都感受到了他们充满热情的魅力。
I'm sure you all felt this passion from Mexico. 时间过得好快哦，整整2个半小时时间，但是每天还有19国了，欣赏到各国不同的风情。今天节目好不好看呢？赞哦！还想要再看吗？明天还有。以后还有机会哦，今天只是第1天。然后连续包括今天9天，每个晚上在这个赌场都会有精彩的演出，而且这期间他们也会巡回下乡，会有30场各地不同的演出。So we have traveled around the world. We have sampled different dances from 19 countries. 但是不要急着走，因为我知道你们一定还想再看，对不对？How about one more? 再手。我们看热钱早就下一首压轴，刚刚纽谢毛利人用一个原住民的热力展现，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，对不对啊？接下来对我的压轴大戏也是来自纽西兰的精彩演出。Last but not least, let's welcome our friends from New Zealand, Vixie Leia. 我们欢迎纽西兰朋友精彩演出，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。